Hello，大家好，歡迎返到嚟50-50聽學愛。上一集我哋分享咗呢本書《給看起來沒事的你》嘅第一部分，高功能憂鬱症嘅根源。我哋講到高功能憂鬱症係一種睇嚟冇事嘅隱藏憂鬱，我哋習慣咗隱藏情緒，用成就嚟到去填補空虛，而媽媽們呢係特別容易中招，因為社會嘅期望太高，而我哋永遠將自己放到喺最後。我亦都分享咗作者喺2022年疫情期間，同埋我自己喺2025年嘅親身經歷。由朋友嘅提醒到 burnout， 以及 Dr. Judith 去到最後能醫又自醫嘅過程。隔咗10日，我哋先至講下半部分。點解要等咁耐？因為我想俾時間同埋空間大家去內化一下上集嘅內容。上一集我哋講到高功能憂鬱症嘅根源，亦都講到好多媽媽、老師、同行者都可能會有類似嘅掙扎，但係單單知道原來有呢個病係唔夠嘅，我哋需要嘅係一個預防嘅 mindset。作者 Dr. Edith喺書入面講咗一句説話，令到我好深刻。每一個睇嚟冇事嘅人都可能係高功能憂鬱症 （high functioning depression） 嘅帶菌者。呢句話其實唔係嚇大家，而係提醒我哋 high functioning 嘅 depression嘅可怕之處，唔係佢會令人崩潰，而係佢令人崩潰之前，係完全唔覺得自己係有問題。因為無論係西方或者係我哋中國嘅社會裏邊，我哋都太過習慣撐過去啦。冇事嘅，忙完就得㗎啦。但係如果冇呢一個預防嘅心態，我哋只係會等到出咗事，崩潰咗，先至發現自己原來一直有需要。所以我特登隔咗10日先至再出下半部分。咁喺呢10日裏邊，大家有冇練習去觀察自己呢？如果有，就恭喜你，你開始習慣咗覺察。覺察就係預防嘅第一步。今日我哋會分享呢本書嘅第2部分，療癒嘅方法。作者 Dr. Judith 提出咗一個名為5個 V 嘅療癒框架。呢5個 V 就會係 validation 認同肯定、vetting 宣泄、values 價值觀、vitals 生命嘅徵象、身心嘅狀態，同埋 vision 願景。另外，我亦都會簡介第10章前行之路嘅持續療癒。呢5個 V 係一個循序漸進嘅過程，佢哋唔係速效藥，而係一套可以喺日常生活之中持續練習嘅工具。好，我哋開始。
第一個 V validation 認同肯定。咩係認同？作者指出，認同唔係同意，而係承認對方嘅感受係真實嘅。當你同人哋講我好攰啊，對方就會話你已經做得好好㗎喇，唔使咁攰。呢個唔係認同，但係如果對方同你講我聽到你講好攰啊，真係辛苦晒，呢個就係認同啦。認同唔係需要解決問題，只係需要承認問題係存在嘅。咁點解認同咁重要？作者就解釋，高功能憂鬱症嘅人好少會得到人哋嘅認同，因為我哋往往俾人睇到外邊嗰一陣都係冇事嘅，好冷靜，同埋亦都好善於去同其他人溝通，所以咧身邊嘅人咧就唔會覺得我哋係有問題嘅。但係久而久之咧，就連我哋自己都會開始懷疑自己嘅感受，冇睇到原來自己喺底層嗰度，其實有好多情緒喺度轉緊。作者俾咗一個好貼切嘅比喻，想像一下，我哋細個嘅時候都跌親過，膝頭哥甚至乎可能會損晒。但係如果大人只係同小朋友講唔痛㗎，行得㗎，起身啦，你會覺得自己嘅痛其實真係唔值得被理會。但如果大人同小朋友講，哎呀，跌親啊，痛唔痛啊？我哋慢慢起身，你就會覺得自己嘅感受會被看見，會被接納。認同其實就係對情緒嘅包紮。咁我哋可唔可以練習認同？作者建議，首先我哋要先認同自己，每日同自己講：我今日真係點點點，呢個感受係真實嘅。跟住就去認同其他人。當你嘅小朋友啦，你嘅伴侶或者同事同你表達情緒，我哋先唔好急於俾建議，試下講：我聽到你講，你真係好點點點。認同係療愈嘅第一步，冇咗認同，後邊嗰幾個 V 都冇晒意義。第二個 V，venting 宣洩。作者指出，高功能憂鬱症嘅人有一個共同嘅特徵，就係好少去宣洩自己嘅情緒。我哋習慣咗收埋啦，或者會覺得冇事嘅，習慣咗撐到過去嘅，但係情緒係唔會消失㗎，佢只係會累積。宣洩唔係亂咁發脾氣，而係健康咁樣去表達我哋嘅情緒。作者分享咗2個宣洩嘅方法。第一，
當然可以揾信任嘅人去傾訴啦，揾一個唔會 judge 你嘅，唔會急於俾建議，淨係會聽我哋講自己感受嘅人。所以各位家長，你哋係其中一個唔會去 judge，唔會急於俾建議，淨係聽你哋小朋友講嘅好重要嘅屋企人、朋友啦，有信仰嘅就係牧師啦，又或者專業嘅人士，例如 counselor 啦。如果你覺得未準備好，又或者唔知點樣開口，可以用另外一個方法，就係用書寫嘅形式，每一日都做一啲 journaling，寫低咗自己嘅情緒喺紙上邊。作者話，如果我哋能夠將啲情緒寫到喺紙上邊呢，就等於將佢哋由內心拎咗出嚟。我嘅親身經歷，大家都會記得，同大家分享過。朋友喺英國嘅朋友，就係通一個電話，我將我想講嘅、所感受嘅都講晒出嚟。佢冇打斷我，冇急於俾建議，只係話我喺度，我聽緊，就係咁簡單。嗰一刻，我真係感覺好咗好多。宣洩嘅力量唔係在於解決問題，而係在於釋放當中嘅情緒。作者提醒我哋，宣洩係有界限嘅，所以宣洩咧唔係一個無止境嘅抱怨。作者提議我哋每一次都為宣洩設一個時間啦，例如15分鐘，然後宣洩完之後就問自己：我而家嘅感覺係咪好咗？如果宣洩係變成咗一個重複嘅負面循環，咁就真係需要揾專業人士幫手啦。去到第3個 V，values 價值觀。作者問咗一個好深刻嘅問題：你知唔知道自己最重視乜嘢？好多高功能憂鬱症嘅人都會用咗好多時間去追逐別人眼中嘅成功、高薪厚職啦、名校學位、名牌等等物質嘅嘢，從來都冇問過自己，呢啲係咪真係我想要嘅？作者建議我哋可以做一個價值觀嘅清單。第一步，寫低覺得最重要嘅價值觀，例如係家庭、健康、自由、創意、安全感等等。然之後圈出3個對你最重要嘅。又或者如果你有好多，就俾夠5個啦。然之後第3步就問自己：我而家嘅生活方式有冇反映喺呢5個價值觀嗰度？我嘅反思就係做完呢個練習之後，發現自己長期將責任同埋其他人嘅期望放咗喺第一位。但係健康同埋自我照顧咧，原來係冇喺我嘅清單入邊㗎。作者就話：當你嘅生活同你嘅價值觀脫咗節，
你就會感覺到空虛同埋疲倦。咁所以價值觀嘅療癒嘅關鍵唔係在於你要即刻改變晒所有嘢，而係開始 self-aware， 覺察到自己每一日嘅選擇係咪符合自己嘅價值觀。如果唔係，就問自己，我可唔可以做一啲調整？例如我哋好重視健康，但係日日都加班或者溫書去到好夜，咁可唔可以試下一個星期有一日準時咁樣放工，又或者準時咁樣收埋晒溫習嘅嘢，做一啲自己喜歡嘅事情？價值觀就係指南針，幫我哋去揾返啲方向。去到第4個 V，Vitals， 中文譯做生命嘅徵象或者身心嘅狀態。作者指出，高功能憂鬱症嘅人最擅長就係忽略自己身體嘅信號。我哋會話：我冇時間瞓覺啊，我唔使食嘢嘅，我頂得住。但係身體係唔會講大話㗎。作者建議我哋定期要檢視一下自己嘅生命徵象。第一，睡眠，你每晚瞓幾多？質素好唔好啊？第二，飲食，你有冇定時食飯？有冇食有營養嘅嘢啊？第三，運動，你每日有冇喐動呢？有冇出去曬下太陽？第四，社交，你有冇同人哋有聯繫？定係今日冇同其他人講過嘢，收埋自己啊？第五，情緒，由零至10，你覺得今日自己嘅開心指數有幾多分？唉，喺 burn out 之前，我嘅生命徵象其實已經亮起晒紅燈。瞓得少，食又食唔到，運動嘅習慣都冇埋。跟住真係試過喺 office 做嘢，係咁做，冇同其他人有聯繫。但係我就完全冇覺察到，因為我太過習慣應該撐得住嘅。但作者提咗我哋，你唔可以修理一部連你自己都唔願意去檢查嘅車啊！咁點樣可以改善生命嘅徵象？作者唔係要求大家即刻去做大改變，佢會建議一啲微小嘅調整。例如今晚會唔會早15分鐘瞓覺？聽日會帶一份水果去返工返學？Lunch time 嘅時候俾自己出去行5分鐘，見下啲日光。send 一個短信俾一個你都有段時間冇聯絡嘅朋友或者屋企人。跟住用之前同大家介紹過嘅 Wheel of Emotions 去命名今日嘅感受。生命嘅徵象係一個基地，我哋嘅地基夠穩，上面嘅嘢先至會站得住。去到第5個 V，Vision， 願景，亦都係最後一個 V。作者問我哋：希望自己嘅人生會變成點？唔係別人期望你變成點，而係你自己真心想。
嘅嘢。作者建議我哋可以試下做一個願景嘅練習 （Visionary Map）。咁喺呢一個嘅地圖裏邊，想像一下自己3年或者5年之後嘅生活。如果你覺得太遠，1年之後，甚至乎1個月之後都可以，淨係諗理想嘅嘢。住喺邊度？做緊咩嘢？同邊個一齊？每日起身嘅感覺係點？然後將呢啲願景寫低，貼喺當眼嘅地方。願景嘅力量，作者話唔係去逃避現實，而係為現實提供方向。當我哋知道自己去邊度，我哋就會更加容易知道今日要行點樣嘅一步。我哋嘅願景可以好簡單，例如我希望自己每日起身嘅時候，唔係諗點樣去做晒工作嘅清單，而係今日係充滿期待同埋有意義嘅一日。呢個願景會成為我哋療癒路上嘅燈塔。去到最後一章，Dr. Judith 喺總結裏邊講咗 Way Forward 前行之路。療癒唔係直線嘅。Dr. Judith 提醒我哋，你唔會一朝一日就會好返晒，你會有好嘅日子，都會有壞嘅日子，呢個係正常嘅。第二，建立我哋嘅療癒工具箱，將剛才同大家分享嘅5個 V 放喺我哋嘅工具箱裏邊。需要被明白嘅時候，就去揾認同 validation。需要釋放自己情緒嘅時候，就有方法去宣洩 vetting。需要方向嘅時候，就去檢視我哋嘅價值觀 values。需要檢查身體嘅時候，就去聆聽一下自己嘅生命徵象 vitals。需要希望嘅時候，就望下自己嘅願景圖 vision。另外，揾到你嘅同行者都好重要。作者強調，療癒唔需要一個人行，揾一個或者一班你信任嘅人，家人啦、朋友啦、專業嘅輔導人員啦，或者一啲支持嘅小組、興趣嘅小組一齊行，持續咁樣練習，唔使追求完美，因為作者會覺得你只需要繼續出現，就會邁向完美㗎喇。好啦，呢一集我哋分享咗療癒嘅5個 V。Validation 承認自己嘅感受係真實嘅。Vetting 健康地咁樣去宣洩我哋嘅情緒。Values 揾返自己真正重視嘅嘢。Vitals 去檢查自己身心健康嘅狀態。Vision 想像自己理想嘅人生。呢5個 V 唔係一個用完就算嘅 checklist， 佢哋係一套可以反覆咁樣去使用嘅工具。當我哋感到迷茫嘅時候，就可以由第一個 V 去開始，認同自己嘅感受。我哋唔需要一次過做晒嗰5個 V 㗎，只係需要開始。
如果你覺得今日分享嘅內容對你係有幫助，記得 share 俾身邊有需要嘅人。大家記住呢5個 V， 我哋嘅工具箱幫我哋有一個好好嘅 mindset 去 self-aware， 自我咁樣去察覺自己，亦都係一個好好嘅 self-care kit， 關心自己，愛自己。我哋一齊聆聽，一齊學習，一齊愛自己。如果你都鍾意今日嘅分享，歡迎你按 like 或者 subscribe。當然最好兩樣一齊做晒啦。亦都歡迎留言話俾我聽，喺頭先嗰5個 V 裏邊，你最需要練習邊一個呢？呢一個頻道係歡迎真誠嘅交流，非誠勿擾。惡意或者係冇建設性嘅留言會被隱藏。請大家將力氣留給更加重要嘅人同事。多謝體諒。我哋下一本書再會啊！但係我每一次都會喺呢一個第2部分特別鳴謝返作者啦。今次係 Dr. Judith Joseph， 出版社啦 Little Brown Spark。另外呢本書暫時好難喺香港揾到，所以我好感謝 Amazon 可以喺當其時好快咁送到去我家門，令到我可以及時學習。記得50% 聆聽，50% 學習，100% 愛自己。